講中你屋企有幾多個人，有幾多個兄弟姊妹，生男生女，曾經出現過咩問題，又或者你身上有幾多疤，你可能都聽過佢咁樣去講，或者係經歷過，你係咪覺得似層層好似好犀利咁？其實我同你講，真係有一類人咧，係用鐵板神算或者梅花易數咧，係可以得出一啲咁嘅結論嘅。但係呢種系統佢嘅穩定性太差啦，可能50%都冇。你聽到嘅係準嘅，但唔準嗰啲你冇聽到啫嘛。因為呢種咧係隨機性太大啦，解碼嘅人個差異都好大。靈感好可能就會準啲，但係靈感唔好可能只係一塌糊塗。其實好類似㗎，嗱你類似有啲咩麥師傅、咩七師傅啊嗰啲，成日都話預言嗰啲明星名人啊會發生啲咩事，咩世界發生地震啊之類嘅嘢。其實講對咗就會容易俾你放大，但係講錯咗就被淹沒啦。而且有人咧係專門統計落嚟，佢哋錯誤嘅係佔大多數嘅，只不過係娛樂圈衰嗰啲話題啫嘛。其實仲有一類咧，可能你都會經歷嘅，就係問米啦，即係上身去對話嗰種。呢種咧我哋叫做通靈。嗱係有呢啲咁嘅人嘅。呢個社會咁大咧，存在咁多年，但係呢一種咧係一種我覺得係講唔清嘅能量喺度發生作用。嗱，你之所以能夠對話，可能係睇到啲嘢，或者有時係可能係一種心理嘅安慰。一般咧就係對逝去嘅人。因為點解咧？思念咧係主題嚟㗎，咩食唔飽啊，唔夠錢使，咩住得唔好啊，呢啲等等都係一種現代嘅類象去輸出。其實真唔真係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能夠得到一種連結，你嘅心裏好舒服。就係呢件事最大咧，就係以前喺香港龔如心。咁嗰陣時佢嗰個風水師咧，陳師傅啦嚇，就幫佢做一個通靈嘅佈局，就話佢老公咧就喺西方嗰度，咁你只要擺部跑步機咧，向住個西方，咁你就可以跑步咁前進，就見到你老公啦。咁聽起身你都覺得不可思議，但係當一個人着咗迷嘅時候，佢就會好相信呢啲嘢。所以呢啲全部都係謬論嚟嘅。不過當事人咧，龔如心係的，而且確聽咗好舒服，狀態好好。但個結果係冇幫助啫嘛，花咗咁大嘅錢，只係得到啲內心嘅安慰。所以唔迷信咧，就係要清晰知道咧，人咧係當下嘅，就係現世嘅，過好而家就係最好嘅安排。